我心情反覆中多嘅小人攔路，手段高效似欖菊，對蚊蟲太過殘酷。你一世打緊散工，貧窮線上邊漫步，喺大家嘅眼中係下水道嘅爬蟲。瓜科律刀，人和度碌，手上攞到批文，要多謝我嘅叔。怪我脾氣爆，60年代朱鐵福特，野蠻生長就似袁隆平手上嘅穀物，邊有咁多意思，又邊有咁多意義？你形容到要變天，又形容到似戰士，現實揾人墊資去支持你嘅事業，小丑服你戰衣去長隆，起碼變現要 feel me。 你聽佢廢都係第一次做人，點解要聽佢講？佢舉個例，點知佢咩居心咪想整廢你入廠？你係自己嘅神，需要創造呢粒糖，就算剝緊咗精髓力量供俾自己先不枉。大步選擇去揣測你自己，先知道你自己要真正嘅事。學大霧嗰班會食翻佢種落嘅毒果去面對翻自己嘅恥，尊重自己嘅聲音去聽聽，冇理班聲佢發病，殺到自己嘅腳步，在佢面前講聲多謝。順天順命，不過不順人，風水滋味記載於五行，人情八卦基本不過問。我只想討好我本人，咪太公，不要阻我偏向富山行，咪太公。反正怎麼都只不過人，咪太公。低處未算低，低到不由你發揮，揮係屬於我的東西。打得人情牌，分裝閒要識好帶，最緊要係識得買，唔好擺得上台踩。見人你要識得派，煙仔你要捨得買 ，party 記得帶埋，要會擦鞋，幫人夾埋，以手勾，像流扣隻手夠，醜陋走夾唔透呢條友，食獨頭直屬狗急跳長走，唔使問阿茂都知道匿埋喺邊度踎，金銀珠寶邊度偷，咁佢自有等天收，蘇州。